多位議員關注政府設立嘅分區市民服務中心嘅成效。陳麗敏用咗超過半個鐘頭解釋，但係之後主席曹其真表示，始終都係唔明白有關嘅內容。黃彩晶報導。陳麗敏話：政府為咗應付市民不斷提高嘅要求，已經作咗多方面嘅應對。經過入區訪問得出嘅結果，了解到唔同區份嘅市民會有唔同嘅需要，先至建議設立市民服務中心同諮詢委員會，透過兩者嘅緊密配合，針對性咁解決一啲跨部門嘅問題，提高工作效率。而整個大局嘅改革就要透過公共行政改革同法律改革嘅落實，包括中央培訓同中央統籌等等。我哋用咩方法嚟做呢個中央統籌協調同埋去跟進呢？就係我哋會重組行政公職局。行政公職局佢個責任將來呢，就係會係喺呢個中央嘅工作裏面，唔單止淨係話跟進嗰個公共行政，喺中央公共行政裏面包括人事管理、嗰個人員資料庫、人事管理、中央招聘、中央晉升、中央培訓、調解或者個紀律，一律都係咧。將來呢個公共行政，我哋個行政公職局咧，佢修訂佢重組之後咧，就係有賦予佢咧呢一個協調執行、協調中央嗰個統籌。陳麗敏又提到，會藉住3層式嘅公共行政改革中央統籌機制，擴大市民社團嘅參與同吸納社會精英，強化諮詢機制，增強決策同執行中央統籌嘅功能，切實咁回應社會嘅訴求。咁經過半個鐘嘅解釋之後，立法會主席曹其真話唔明白司長喺度講緊乜嘢。根本呢個半個鐘都唔知你講乜嘅，真係，即係我坐喺度，我真係唔知你講乜。嗱，呢樣嘢咧，我希望可唔可以咧？既然你已經講啦，而且係政府一個重大嘅政策，係嘛？咁究竟係點樣嘅行政改革裏邊主要嘅精神係乜嘢？主要嘅嘢係乜嘢？